代替明年要公司化，风声讲有未少人申请退休。代替局长杜美今仔是表示讲，目前估计差不多有1300个人。今年的铁路特考会当补1000个人，明年公司化了后会阁应征500个人哦。另外，代替的司机员因为脚手无够，有司机是怨叹讲，要请假就要排队排几暝。交通部是表示讲，已经要求代替爱改善。这个月初，代替因为内部升等考试，有86班区间车甲区间快车因为安尼停驶，也阁有13班车缩短路途，引起代替人力欠缺的疑虑。最近，阁传出台北机务段的司机员为了抢请假的资格，竟然就要去请假处透暝酒伫遐，惊万来都无名额通好请假。针对这点，交通部讲安尼是真唔好，要求代替就要赶紧改善。如果事件请假的时候，他会按照这个优先顺序啦哈，全面先核准哈，所以有时候在一些连续假日会特别抢手，但现场排队就是一个这个非常不好哈，让我们司机人呢特别的辛苦哈，我会请他们赶快来改善。代替司机员讲，除了真好请假，补休困嘛休袂了。代替企业工会分析，目前差不多1300个司机员，比原的人力理想应该要有1成。不过，第一要紧爱处理的是检讨利用率较歹的列车。既然我想修的情况下，我当然是用这种模式里面，我好比在抢那个演唱会的票一样啊，我用连夜里面来排队了。针对这点，代替回应讲，台北机务段已经甲当人说明甲会实咧，为着要改善甲兼顾公平公开的原则，甲当人沟通研究了后，未来会以线顶的方式来申请请假。目前当地的小停息完成了后，会随实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